特别的高兴，就是说我们高级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，来分享感恩礼拜我们邀请我们的高逼的我们老带点马来高牧师的。亲爱的我的家人们，大家平安。有可能会你来说呢，有那罗有小包的就不骂街了。在今天非常的高兴。那很多千年的了。我们聚在一起。刚才我迎来的时候，是有好浪的咯。我看到大家带着非常的那种笑容，好可愛哦。tu mà nè cứ nhiều loài chim đó là giờ khát đó loài chim ấy từ đầu mấy tôi nhà mẹ thay đổi như thế này từ mà lo我看到面漂cứ nhiều面漂我看到你孩子的微笑好漂亮哦。nhà mẹ不得今天mẹ那么亲母啊进来了男孩子特别的帅。可是有今年有差点进来了所以我充满了感恩这边呢有你们了，过去米也可能没陪嘛见了。告诉你旁边的人好不好？我刚才叫人来去见了。如果是男孩子弟兄的话，你阿里的那咯，非常的帅。有差点来见阿里的不咯？女孩子说你非常的漂亮。不得那多水门啊来见咯。赶紧讲一下。你们来好嘞了呀，你等下我多少年来这个咯？今天感恩节，大家欢喜快乐。你那可能我确实在那边有那还千万的票了。可是呢，我还是要尊荣我们团队的主席。那可能对吧？唱歌咯，台湾的可能有你叫什么名嘞？可能你们也认识，有的一部分没有认识。地方那的有新娘，地方那的有没新娘了？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主席，可能我不会站在这里。对嘛咯，将没把他嘛叫了那嘞。我们团队的主席李东武牧师来个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对嘛，李东武牧师你把然后带来接了。哈利路亚！还有我们又帅的年轻人的主席，我们团队的主席林大伟牧师。这边的林大伟是了，罗今天然后带来嘛接了不要羡慕他结婚了哈。有那个要查看那边去投这些人民包养就来这里了。感谢主。等一下，我说感谢主。我要感谢，最后我要介绍我又可爱又漂亮的师母。那不按这มือ来萨拉玛提亚那那边去了，来个掌声，谢谢。好，再来接了。哇，太棒！你们的鼓励非常的谢了。你蛮新的，你跟他讲接了。我知道大家肚子饿了。我讲没啦，今天刚讲跟他讲了。我不会讲太久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们台湾的他们没有买家的，也给买家。肉体上也要吃，可是属灵上的食物也要吃。其实这个肚子常常都弄没了，我三老个肚子里没有多少弄了。哇，刚才我看到每一个教会的跳舞所以嘛，提个那种呢，就是用那个年那个好了。哇，这好可爱。好门啊，接了，好门了。哎呦，好可爱。跟年了，这好门接了。有一点像我们台湾阿美族的舞蹈。要嘛去台湾咪可能都打出点阿美族的，不要嘛去阿美出点来嘞。我看到每一个人的跳舞，就缺少了我这一个。这边呢，可能把过年个土嘛年二就接了，来接了。年二感谢主。你也不能讲什么了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老公他就有那了，对嘛？体育康培了，这边咯。不分你我。那俺来嘛，去吧咯。我们在这美好的早晨里面。人没有小子咯。我非常感恩我们的上帝。对嘛？咱们要跟人过来嘛讲。这个地方我一进来就说，哇，我不认路了。有个嘛，那我们那边干嘛嘛是人别人的。变得好复兴好漂亮那不老呢，我就用中门去谈的家就有用那了。我10多年前车祸没有跑用了。没有那么多房子用这边那么中门谈了。我要感恩我的上帝这边呢，咱们也不能再去嘛。也是我们的上帝。那把米也放了没？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阿门。有了过这些了。
门，那没来再忙个了，那不提醒过去了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对了，这就对了。怎么那忙干面就了哪里呢？这个才是喜乐啊！如果那我们那个这回那么听讲你了电梯来了，感恩节就是要喜乐啊！这边呢，那个国际是这样的，那个这样的嘛呢？所以我非常感恩上帝再次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。这边这地方没有刚才学过的，那边呢没有跟人家去嘛。我有10年没有来了。结果这嘛就没有了嘞。以前我们1年最少要来4次至2次来到这我原里。来呢，提过他提了从多呢，就到台湾回来就上。哇！因为有你们的在这里，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部落非常的漂亮。那么那个走路嘛，那边呢就都怕车走买门啊去了。再告诉你旁边，就是因为有你才这么漂亮，这么帅。那边呢，那走边呢有查理有门啊去了。看他的眼睛。哎，娘，有嘛个这叫那走边呢有门啊有查理干来的。感恩，你好帅。啊，你跟人家去嘛有查理干来。哇，真的很喜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了。啊，起码那看到前面呢有把家倒嘛是面去了。我一进来看到你们手种的农作物，那么呢，看着怕好么咯？你们很像亚当的儿子。啊，当因为有了要独立安全都嘛了。亚伯一样把最好的献给神。rồi mưa quay lo rồi mưa quay à bị là rồi mưa quay vô này mình phải làm này 因为在你们的心中有神。啊这边呢那你们啦会米做米呢不但有神的话，那米做在我们米要到一般米呢咯，所以你们把最好的献给上帝。啊这边呢嘛rồi mưa就会米当的啦，你爱上帝，上帝也爱你。那米干米呢米要弄干咩？阿明。要看你话题过嘛，怎么样的？那么米干了米你弄嘛干咩？哈利路亚。我这位最好的同工啊，马耀传道。俺老米刚做rồi mưa thì表嘛的咯。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俺没白白的不咯。他都没有变，到现在还是那么帅。有了阿个他那么差就没了。我要感谢我们的上帝，感恩。啊，这么米也没给了过来妈妈的咯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我们对上帝有爱。啊，有个的会啊，对米样能干个呢，给了过来咯。我们不但在物质上来感恩我们的神。因那这个咋都个都啊，这边你莫老几个都在忙个咯。因为有上帝的爱，我们才懂得献给我们神最好的物质。米也能干这老会表来个，把咱们呢啊这边你莫老几头米也当的嘛，那都难样的。所以在你们的身上有上帝的爱。那么你们老会么多老会米也能干，米呢？我要感恩我们的上帝。这边呢，俺米也给了过来嘛，伢来后来都来个。再告诉你旁边的人。啊，那个这叫得拍呢，就咯。在你心中有上帝的爱。那老会米也能干，没来呢就。在看他的眼睛。啊，变得好瞧的呢就。这天天好瞧的，然后了。我们要彼此相爱哟。啊，这个天天也干了呢就。要彼此相爱哟。这个是一种感恩，阿门。阿门很大。阿门，那天上要看看苹果这吧？天使天君在天上也欢呼啊！哈利路亚！这个也要感恩，阿门。我们凡事都要感恩。哇！好感恩哦！看到你们都要掉眼泪了。我要感恩，因为我见到你们。这4年来，虽然我没有来，我的心怀念我们的家人。
个样子咯。我看到你们的生活一直在提升，一直在提升。回那这两个车我没有看那么车，你要摸个那么的这些公那的平安。我们台湾的家人不断的为你们这个地方来祷告。台湾米康就阿美出就是到道路那么个就给了下车。我们的祷告上帝有听了。啊，对嘛，给了下到米那嘛那米呢？有很多的部落我们都去了。不好一个地方。我要感恩我们的上帝。然后米也给了很多的毛病。我看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教育水准一直在提升起来。用完那路的这些讲มือแล้วจะได้จ้าจะรู้มั้ย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，我要感恩我们的神。我相信在各教会的部落村庄，神也大大的祝福你们。看着我的眼泪，好像感动，这个感动是难过还是高兴呢？应该我的眼泪感动是喜乐的。所以在这个当中呢，我要感恩神说，你我都是一家人。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没有阿门啊！阿门那买样子了阿门。我们不分你是台湾的，你是韩国的，无论你是在哪里，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要感恩。你这么台湾错没，高丽错啊，看没啊，是做错你，米也了会啊，提就拍的嘛，就米了米也可能就过。阿门。哇，你们阿门大声，我就跳起来了。那么阿门那个提啥有看多那有几了发钱没有？如果不阿门，我跳不起来了。那阿门来买那嘛全都去人家了诶。阿门代表说神啊，是的。阿门来就是那我们没有都没得了来我们。你所求的，你说主啊，我相信你会给我，阿门就是给你了。对面俺那可能啥都弄那的了，可能什么阿门那可能没得了来我们家了诶。阿门阿门是的。阿门嘛啦。点点。我知道你们很饿的。后面没那点，那后面。可是阿门也要大声一点啊！我看那后面嘛，没有真的嘛，接骨头也干得了哎。阿门嘛啦。等一下可以吃3碗的。舒服要讲，你看到嘛，舒服了耶。因为你们喊得很大声，感恩神。别个人过来，第三要干咩了？再告诉你旁边的人。我刚才就得拍了。上帝爱你。别弄干咩？上帝爱你。上帝爱你，别弄干咩？我要感恩。看别个人过嘛。没有香爆，有。别别搞了，别搞了。爱要有行动。这边呢，干那会老干啥嘞？哦，会老养多两年能干咯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耶稣干搞了，俺们弄干咩来了？哎，忙着了。要不要感恩？你也可能过来嘛啦。不但是今天早上感恩主我们的感恩节。啊，你说了会了，对啊，都把咱的米也可能过来要过来会。最就要感恩他所有的一切给我们。啊，比方都米这米啦，刚好可能过来买拿了。神所创造的所有一切供应给我们。米也和汉白他就到了，就买个都白来拿了。所以我们要跟上帝来感恩。啊，对吧？咱米也可能也过来拿。如果没有上帝，就没有今天的所有的一切。米也嘛的嘛，做了那一那就是老呢，也可能家球又不是买家到了。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。啊，前面那汉白他就到了米也呢白。如果没有神，就没有今天的我们。米也嘛做了那一那就是家庭不了买家了。所以你凡事都要感恩我们的主。
特别呢有接那个老会那咱们也别可能去过了咯。无论做每一件事情，你也感恩上帝。啊，个节目嘛看，啊个节目了嘛看，你也可能在求。你一边煮菜，一边赞美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医生你老会在这都提边有老老会到呢，或者叫人你也可能嘛，那个叉，或者这样子了。都反复的在家里，不管在哪里，都要感恩我们的神。这边呢，都一个老会种哎，一个老你种哎，个得叫个，别样可能会过了的咯。吵架也要感恩啊！第二都别找你别可能加条件。你们阿门吗？阿门啦，吵架才会彼此了解。别找这第二我说个主干的咯。如果不吵架，不知道他的个性、他的脾气。都偏在那个面啊，反正啊，从哪里叫错，那么行啊你。所以上帝就给你彼此相爱的心。这边都别啊，那没有那这跑会这来的呢。所以彼此相爱就不会吵架了。啊，这边呢，我跑会这里面都别我们要偏的哪里？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。这边呢，第二你会那个叫面呢，这边一年多来那个的了。不是只有这个屋子而已，这都我都得忙个咯。很多有感恩上帝的事。买几句嘛有面的，我都别个了个咯。阿门吗？明白了姐？阿门就结束了。阿门那那么就了那。因为我知道大家肚子饿了。前面那嘛有那后面没买的人的咯。所以等一下吃多一点，因为你们阿门没有出力。啊，前面那嘛阿门来过个，啊这山多面红面呀，咋也看到了。阿门嘛啦。